成日話珠海係小漁村，錯晒。千年前珠海呢個地方啲鹽仲貴過白銀。今日跟住呢塊山牆記啦石碑一齊話一話珠海山牆嘅威水史。香山係珠海、中山、澳門三地古稱，山牆係香山文化嘅始祖地，舊時仲叫蠔潭或者叫蠔潭澳。唐武德4年時喺呢度設咗民信鄉。舊時中山、珠海一帶沿海陸地都歸佢管，古代 CBD 實至名歸。唐肅宗李亨在位年間，東莞縣官府為咗保護鹽場，唔俾海盜搞事，就設咗香山鎮。蠔潭村亦都改名成香山牆。點解叫牆呢？因為以前呢度係超大型鹽場，啲鹽嘅產量大到離譜啊！鹽在歷朝歷代對國家財政嘅貢獻都係巨大嘅。唐代鹽利已佔全國賦稅一半。所以商業繁榮到飛起，同普通農村完全唔同 level。據《香山縣志》記載，明初鹽場農戶達600-700戶，鹽丁超過2萬人，其生產規模在嶺南鹽場中名列前茅。南宋紹興22年，香山鎮變為香山縣，當時嘅縣城就定喺呢度啦。香山文化正式開啟高光時刻。應返嗰句，先有山牆，後有香山文化。而家嘅山牆經過舊村改造，係珠海人都羨慕。只要一講起五洲花城嘅回遷區，冇人唔流晒口水啊！從教育方面就有文園雙校區，再到生活方面緊靠住萬象匯，對面就係大鏡山社區公園。咁樣嘅配置，你話羨唔羨慕啊？山牆仲保留咗唔少歷史，村裏面嘅北帝城隍廟始建於唐朝，歷經千百年。佢見證咗香山牆鹽業經濟嘅盛衰，以及當年鹽戶們的世代生產生活。城隍廟供奉嘅城隍爺就係當年鹽場嘅連結管理者，鹽官譚乾元。每逢譚乾元嘅生日，農曆7月24，都有唔少嚟自港澳同中山等嘅鄉下不遠萬里，齊聚山牆，上香祈福。由鹽場變沙田，再由漁村變都市，山牆呢個地方真係睇住珠海大翻身㗎。唔知各位街坊對邊段回憶最難忘？評論區話我知啊！